动时刻，今天是客庄小旅行时间，来到的是头屋乡的外狮潭。这原本就是一个客家的农村，居民齐心合力，用水车重现农村风光，还打造了生态步道，沿途更能够看到历史建筑跟很多的古迹。水圳边各种造型水车林立，苗栗头屋的外狮潭社区被称为是山路田园水车村，以农务为主的客家庄，用水车重现田园风光，吸引游客到访。为了让游客爱上外狮潭，居民齐心合力，也整建了生态步道。这边现在有1.5公里的路程，就像是大自然教室，结合健康观光跟生态。种一些蝴蝶的食草，让蝴蝶夏天可以在这边游泳，做一个生态的一个平衡观念，让我们在这个地方是一个不但是一个休息的园区，也是一个教育的园区。沿途能看到田野风光，而百年伯公则是见证客家人在山林拓垦的艰辛。我们这个八公大概有100多年的。三合院旁边一个土地公，这个八公是老实讲是最典型的一个八公。守护着外狮潭的百年刺桐也是景点之一。原本是没落的客家农村，居民提供土地三合院，让农村再生。像是这个宅院，现在变成社区发展协会办公室。外狮潭有相当多的老屋都保留着堂号，以整建过后的陈家祠堂来说，一样保留传统。特别的是，祠堂后面还有客家重要的风水化胎，植物茂盛的化胎保留完整，也象征多子多孙，万事昌隆。像母亲的胎盘一样，她愿意婴儿，愿意自己的小孩子。如果你胎盘够好的话，那他出生的小孩子一定比较健壮那些。来到外狮潭旅行，还能够预定社区妈妈特制的风味餐。客家风肉很可口，客家小炒、客家月桃粽都有着妈妈的味道。田园景致下吃着家常菜，别有一番风味。外狮潭的农村之旅乐无穷，生态步道更是大自然赠予的活教材。盏盏水车装点客庄田园风情，潺潺水声流淌头屋生态之美。百年伯公风水化胎，刺桐树荫下偷得盛夏暑宵的感动时刻。